日新聞重點，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林鄭月娥就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社會紛爭，向全港市民道歉，承諾未處理好呢啲紛爭，絕對唔會貿然重啟修例程序。有示威者表明唔會接受林鄭月娥嘅道歉，民陣就話會同民主派研究下一步行動。文翠珊向胡春華提到香港嘅反修例遊行，強調必須尊重港人自由同權利。外交部駐港公署對英美政府粗暴干預特區修例表示堅決反對。詳細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例工作不足，引起社會紛爭，佢個人要負好大責任，向全港市民道歉，承諾如果未能好好處理呢啲紛爭同矛盾，絕對唔會貿然重啟修例程序。佢又強調政府從來都冇講過參與612集會嘅市民同學生係暴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星期日嘅反修訂逃犯條例大遊行之後2日見記者，向全港市民道歉。過去幾個月嘅爭議係由於特區政府處理修例工作嘅不足，我個人需要為此負上好大嘅責任。呢件事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同埋焦慮，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遊行提出5項訴求，包括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林鄭月娥話：修例嘅工作已經喺6月15號即時停咗，又話明年7月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草案未完成審議就會失效。我可以承諾，如果我哋未能夠將呢啲紛爭同埋矛盾好地咁處理，我哋係唔會，絕對唔會貿然嚟到去重啟呢個程序。撤回2個字真係咪唔可以喺你把口度講得出嚟？可唔可以再答多次？點解撤回2個字唔講得？我都係請大家明白同埋理解啦。有關於嗰個字眼上嘅問題咧，都已經係冇嘢可以再補充啦。至於遊行要求撤回對6月12號金鐘一帶衝突係暴動嘅定性，林鄭月娥話佢認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最新嘅講法。我想從一個我唔係一個執法人員嘅角度嚟到睇呢，我哋從來都冇認為，亦都冇話過呢，參與6月12日嘅喺金鐘一帶嘅公眾集會嘅大量嘅人士，特別係學生呢，係暴徒。我哋冇講過呢樣嘢啊！而經過盧偉聰處長昨日嘅澄清同埋解釋呢，只要當日係和平咁去參與呢個公眾集會，並冇用過任何嘅暴力呢，佢哋係完全唔需要擔憂嘅。對於有唔少聲音質疑警方喺行動中使用過分武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林鄭月娥話應該用現有嘅機制處理。佢亦都唔會收返佢之前話警方採取行動係天公地義嘅講法。當有人係用暴力、用一啲自製武器去衝擊警方，亦都係嘗試用呢啲暴力嚟到去衝入一個立法會大樓，警務嘅同事係有需要作出呢種嘅反應，佢哋嘅職責就係要做呢樣嘢嘛。正如盧偉聰處長琴日講咧，就已經就住警務嘅同事喺呢一次處理呢啲事件裏邊咧，係收到一啲投訴。咁所以收到嘅投訴就用翻我哋既往行之有效嘅投訴機制咧嚟到處理。咁所以今日我係唔可以左右判斷。如果我左右判斷咧，即係我就凌駕咗呢啲投訴嘅機制，包括一個係叫獨立嘅監警會呢個機制，所以我哋必須要尊重呢個機制啦，亦讓呢個機制透過充分嘅調查嘅時候咧，去為社會揾出一個嘅答案。面對示威者要求佢下台，或者係咪有官員要問責辭職，林鄭月娥重申佢同佢嘅團隊仲有好多工作想喺餘下3年嘅任期完成。未來嗰個管治係會困難嘅。正如你用嘅字眼，困難唔係一個，已經唔係一個能力嘅問題，
係一個信心嘅問題，或者你形容係一個能量嘅問題嚇。經過咗今次咧，我相信未來3年嘅工作係會非常之困難，但係我同埋我團隊都係有呢個信心，我哋會加倍努力，希望可以重建市民對於特區政府、對於我本人嘅信心。林鄭月娥話：社會造成嘅撕裂，政府會馬上展開修復工作，加強同年青人溝通。林鄭月娥亦向支持修例嘅建制派道歉，話佢哋一直承受批評同壓力，希望日後行政立法關係可以建基於對事不對人嘅基礎。香港電台記者陳建文報導。有留喺立法會示威區嘅示威者話唔會接受林鄭月娥嘅道歉，民陣就話會同民主派研究下一步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政府總部開記者會，喺無記縣嘅立法會示威區，一批留守嘅示威者就收睇直播。唔少人話唔收貨，會繼續留守。好多嘢都要 back and white， 大家講清楚，究竟係撤回啊定唔撤回？如果佢而家咁樣講係好曖昧咯，即係如果我哋走咗嘅話，佢係咪可以再重新啟動呢？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都要好堅持咁，真係要聽到撤回呢兩個字，我哋先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咯。不論係琴日警務處處長出嚟回應，同佢出嚟澄清，即係兩個人要澄清，其實都係喺度含糊其辭咯。即係我覺得佢冇真正回應緊呢一個暴動嘅定性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唔可以接受。民陣批評林鄭月娥冇回應市民訴求，喺記者會上只係博同情。我哋要求撤回條例，佢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係追究開槍嘅責任，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撤銷暴動嘅定義，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承諾唔會作檢控，佢係冇回應到。我哋要求佢下台，佢亦都係冇回應到。林鄭月娥根本就係一個五毛嘅特首。民陣星期三會同民主派開會商討未來行動，又認為應該由終審法院法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喺6月9號同12號警方嘅行動有冇使用過分武力。香港電台記者林家平報道。民建聯接受特首向市民道歉，但唔認同逼政府落台嘅要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就認為，林鄭月娥嘅道歉已經去到政府讓步底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鏡頭前向市民致歉，又重申已經停止修訂逃犯條例嘅工作。民建聯話接受同尊重政府嘅回應同決定。對於要求特首下台，我哋認為喺一個合理同埋合法嘅行政決定，縱使係不獲得一大批市民接受，亦都唔應該係迫使特首下台嘅理由。咁樣咧會令到香港出現管治真空，或者咧係管治危機，所以咧我哋係唔認同嘅。我相信我哋嘅支持者咧，對於特區政府係暫緩或者終止條例工作咧，確實係有唔開心嘅情緒嘅。過去幾個星期嘅變化咧，係我哋需要咧係適時咧都係去作出不同嘅處理同回應。民主派就批評林鄭月娥根本冇回應到星期日遊行嘅5個訴求。其實一句撤回係咪真係咁困難呢？其實要向香港市民交代，連鞠躬道歉都冇。我哋而家所有出得嚟從政嘅都會知道，其實呢一啲係最基本嘅事。但係呢啲都全部欠奉嘅時候，又如何真誠呢？市民係絕對唔會接受。今日盒紙巾都冇用到，你就可以知道林鄭係有幾大嘅誠意係同香港人道歉，係對於佢呢個錯誤嘅決定導致嘅後果想肯負幾多嘅責任。佢唔肯下台，亦都冇一個司局長係需要為呢次事件負責。相信市民係絕對唔收貨，行動必然升級。立法會今日解除黃色警示，聽日會恢復舉行大會，議程包括討論由郭榮鏗提出對今屆政府嘅不信任動議。民主派表明林鄭月娥必須下台，相關官員亦都應該要問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就認為，林鄭月娥今次已經為特區政府嘅讓步劃出底線，令到中央同埋建制派放心嘅。特區政府嘅讓步呢，只係去到某個地步，而唔會造成一個所謂全盤皆輸或者一塊土地嘅局面。
咁另一方面當然話咧，日後咧特區政府個施政肯定要更多地依靠建制派同埋中央支持，亦會給予建制派咧更多嘅所謂參與同埋影響政策嗰個機會。但係會集中議題喺嗰啲比較上係冇咁敏感嘅政策問題上。佢認同林鄭月娥未來嘅管治會有困難，要喺民生等非政治議題有實際成績，先至可以獲得市民支持。香港電台記者梁嘉琪報導。612衝突，又喺中信大廈外嘅示威者指警方從兩邊路口發射催淚彈，一度被圍困，差啲人踩人。監警會話現階段未能判斷。網上有片段見到上星期三衝突當日，大批示威者喺中信大廈入面用包括欄杆等嘅物件撞向玻璃門。有網民形容佢哋好暴力，但係事前發生咗咩事呢？當日下晝3點幾，立法會外面首先爆發衝突。由高空拍攝嘅片段見到，中信大廈外面龍匯道兩邊先後有催淚彈發射。當日喺龍匯道嘅 Grace 話，下晝3點幾聽到立法會嗰邊傳出衝突嘅聲音，冇幾耐就見到警方發射催淚彈。嗰陣時都好多人係聚集喺中信個門口度嘅，咁喺我前邊我又已經見到有2個催淚彈啦，咁就同埋咁就其實啲人就開始好 panic 啦，左邊嗰道門就開咗一半嘅啫，見到有啲人其實已經撞到流晒鼻血咁樣㗎啦，真係好逼咯。其實我自己冇行嘅，啲人係咁擁嘅啫。如果有人跌低咧，其實後邊睇唔到咧，就真係會人踩人。我眼見到咧，其實好多小朋友佢哋都喊晒，咁同埋係好多嗰啲尖叫啊嗰啲聲咯。呢個 kind of 對大家嚟講係一個休息區、急救嘅地方啦。佢哋喺呢個情況下得一個出口，係咁細嘅出口嘅情況，都要發放咁多催淚彈，亦都係置人命於不顧咯。我覺得。當日龍匯道出事嘅位置係民陣舉辦集會嘅地方，亦都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當日都喺現場嘅 Ken 話：冇諗過有不反對通知書集會嘅地方，警方都會射催淚彈驅趕。其實嚟得呢度嘅就係因為諗住唔想衝突，民陣講咗話大家嚟呢度啦，呢度安全嘅，因為有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點知就係見住我哋喺呢邊就見住佢將啲彈掉過嚟，仲撞咗埋牆，彈落地下喺人群入面，咁跟住就開始大家呢邊啲人就開始失控啦。我同我太太俾人哋逼咗過去灣仔嗰邊咧，係證實嗰邊啲警察根本冇放人走嘅，最後就全部塞晒喺呢個中信嘅門口。佢係有個報復心態，你哋咁中意出嚟，我哋就等你哋焗下，然後想令你哋親身感受到嗰種痛苦，然後就不停掉啲催淚彈去一啲根本冇位走嘅地方。佢哋話未必會向監警會做投訴啦，因為都係擔心自己人查自己人啊。認為政府應該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翻今次呢一件事。我哋向警方查詢過當時點解向人群發射催淚彈，係咪刻意向住龍匯道兩邊發射圍捕示威者？事件中有冇評估失誤？警方話冇回應。可以同我哋傾兩句。我要睇咗段片先知，好嘛？我哋亦都嘗試將片段俾監警會嘅成員睇，不過大部分都唔理我哋，得佢肯睇少少。我會好關心啊，我直情好關心添喎。係啊，咁我希望如果有人真係有啲咩事嘅話，真係要去投訴咯。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就話要再了解，差啲出現人踩人，咁所以都想問翻監警會唔會都覺得呢個情況係唔係太理想？點解？如果係實際上係咁樣，當然唔係太理想啦，唔使講噶啦，係嘛？咁但係係唔係呢個情況咧？我哋一定要睇清清楚楚啊！即係喺呢個階段，我哋唔可以作一個判斷。另外，監警會被問到當日衝突入面，部分執法警員都冇警員編號嘅識別，市民點投訴呢？監警會話關注事件，又話一定會跟進。有份出席會議嘅警方代表就話，截至星期一收到34宗投訴，涉及毆打、行為不當、無禮、濫用職權同埋疏忽職守。咁記協亦都提交咗27宗嘅投訴。香港電台記者陳良君報導。英國首相文翠珊向到訪嘅中國副總理胡春華提到香港嘅反修例遊行，強調必須尊重港人自由同權利。外交部駐港公署對英美政府粗暴干預特區修例表示堅決反對。
英國首相文翠珊當地星期一晚喺唐寧街首相府同到訪嘅副總理胡春華會面。首相府發言人話，文翠珊喺會上提到近日香港嘅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強調必須尊重中英聯合聲明訂明尊重港人權利同自由。美國國務院亦都再次回應本港反修例爭議，形容香港嘅和平示威場面令人動容。香港人享有基本法列明嘅言論同集會自由等基本權利。We have been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ransparent from this podium on our support for these peaceful protesters. We continue to call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ir public, to consult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this proposed amendment, even though I know it, of course, has been postponed.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反駁美英嘅講法，話中方對美英方面連續採取錯誤言行、粗暴干預特區修例表示強烈不滿同堅決反對。又話香港回歸以嚟，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嘅包括言論同集會等廣泛權利同自由，繼續俾眾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同最具競爭力嘅地區之一。公署再次敦促美英遵守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中國主權，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立即停止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嘅錯誤言行。香港電台記者邱家威報道。